三哥啊，你原来喝酒吃药子敬，你怎么会来的？三哥啊，一定是在家务底下一起，不要和他计较。来，喝一杯黄色山酒解解闷。三哥，我有话问你，三哥，昨天我讲，如果有桃花年的老板，不知意味在何处？那卖烟的老板啊，就在瓦青桥下面。瓦青桥下面。哎呀，好你，好你！年是老人不花香，没头前啊，再还账。好事，好事，老板。公子，这方70年代，名叫桃花人，是我家的传家之宝啊！老板，我没瞎了。这年代无需这么多钱。老板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你岂肯将传家之宝出卖？这银子你拿回去做急用吧。多谢公子。公子，老板，这多年是老年公按时是精雕而成，倘若在每年3月初3到金华湖对面的桃花潭，用桃花水洗脸，书写流畅，目见闪闪发光啊！3月初3啊！我到郊外去打亲。咦，昨天不是讲好了今天一同回娘家的吗？哎呀，我倒忘了，你是一同回去吧？不，今日不必忘了，我弟弟的李延庆少中李公公，他在万岁面前讲话是很有作用。弟弟让你做官，你可在谁间为他的4些日讨得李公公的欢心，他不到万岁面前保荐你做大官哟。什么李公公、张公公的，为啥要做官？用不到他来保荐吗？我的事难道是可以随便随了送神的吗？不要忘了，你我都是豪门世家，倘让你守王道不是人相，我昔日两代怎会嫁到你王家？你不经世道，为转娘家多无脸面，今日你是非去不可。好了好了，别的话我都听你了。官人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大清皇帝规定，每年3月初3，大官贵人都要到民间去与民同乐。你不是要我一种仕途吗？那么你要我违抗圣上的旨意吗？这官人，你不能这样！哎呀，万好万好！一个小小的年代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这个年代乃是西施珍宝，欺人娘的谁也乱谁。西施珍宝，我当让中郎之女玩不及一个年代。
将士，你也只知道鸡头些事，从来也没有正眼看我一下。你真不讲道理！官人，官人！哎呀，怎么不见稻花蛋呢？好，他是从城里来的呀。对呀，他是做什么呀？城里来的。公子，给你。好。多的公子啊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到我们稻花村来做什么？哎，你来做什么？快说呀！其实你不说，我们也猜得出来。啊？你是武艺行中人，武艺见得。你这一身打扮，我们一看便知。武艺山无老子，皇帝子弟爱传子，万万人家先标子，天生八姓谁不知？好聪明的姑娘，不知姑娘叫什么名字？我要你猜猜看。猜。好，嘿嘿，那么你听吧，名字就在字上头，叫声公子仔细猜。桃花妹是爱笑开，叶落满枝，说上美。名叫打耶！哎呀，猜中了！公子你真聪明。哪里？比起你们这位大爷姑娘，可对差远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大爷弟弟聪明美貌，当然是你谁人不知啊！哎，万一不你现在写的一首漂亮的诗，真的？你要不信，看，这是大爷自己送我的手帕。哎呀，公子你看，我的写的漂亮，你们真是的，写的真好。大爷人红花。无风持婀娜，苍风进无云，华光披岸家。好字，写得好，你们不要胡说八道了，谁不着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对了，
大姐姑娘，你们无法报道。大姐姑娘，去吧。大姐姑娘，想不到你能做这么好的事，还能写一生的好字啊！公子取笑了，粗牙毒牙而已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大姐姑娘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我欲来欲看，能不能讨些水喝？快叫我歇歇好。色色即亡。公子，你写得太好了，向我也从小快速吧，这是你与名师之意。啊，你的字是在教你的，跟家务所言，认真字，家务报的次数，曾经官至远里，城内官长无碍，互相亲的，难以而虑，怎能弃官反休？啊！请用啥？多的姑娘。公子，你写的一身好字，能被不吝指教？啊，可娘的如此大的决定，我们这种一来开始。哎，这喜事嘛，必要端庄之事，要分，不要正，只要紧，张要空。啊，那么你找你娘子写写看来。万千功夫，将我7、8回连死的时候，家务中悲催的都未能催得动啊！领真大人是名叫王羲之，那么你不叫王仙子？王仙子啊，你就是王仙子？就问王仙子公子，你当代出身，王羲之的儿子，说话与继母齐名，被人并称二王。姑娘不讲了。公子，你看谁想我这么多礼吗？那当然了。那谁是谁的？请在弟子一把。哎呀呀，起来起来。
桃花在屋子里。好秋的树啊！这桃花年，大哥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桃花年？这桃花年乃是我传家之宝，不信这年龄背面还有两句诗呢。燕子满身落花香，马头前啊在换装。那年的老本是我的母亲，那你们为什么要将这传家之宝出卖呢？母亲气坏返乡以后，家道中落，特别是母亲去世以后更是靠家财独着，所以我想起来了，你们家还有一个妹妹叫道根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那天在酒店里耳听人讲起的，那道根的姐姐生得聪明美貌，想不到真是你的一姑娘。你的脸还没有洗呢，我去帮你洗脸。让我来。俺对你话，我喜欢了，还是我去洗吧。当然是，当然。公子，姑娘，今年你帮我洗脸，那明年你过晒出来，这以后谁来帮我洗脸？这老爷姐姐，老爷姐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爷姐姐，不好了！你弟弟和你妹妹在家闹得痛哭呢。家中出了什么事了？我好像听说什么冲洗消灾啊！我不娘去冲洗消灾，我不娘去落家。怎么冲洗消灾？这不没人把姐姐往后看里推吗？爹，那个老兵官落电会。我看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姐姐本来就不愿意嫁给他，我快把姐姐推了。走，现在前面。到。你在这里，站着。你把他丢这里。我不去。
子，你滚！这是什么？啊！大姐已经到村了。我们到那边去找。好。为了交流之处，这里都没了。儿女行为举求平情，两岁双节永在一体。来路安家渡，小子难下一安妻，门第相差太远子，幸福不到南宫亲。为你美貌心高洁，为你善良与敬意，爱你聪明与好学，爱你并肩志不移，两情
中国。对，少爷一言未归，叔叔派人去寻找。是。你最苦啦！你今天逃出来就好了，晚上做回，这样实在侥幸逃脱，夫家就不得过问此事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要小心，提防落家再来找麻烦呐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了。王羲之的公子王仙子，他很快就要来见我的，他说他要请我。什么？你要嫁给王仙之？王仙之的父亲王羲之是现代丞相王导的侄子，健康人一向呢只是王家两家，这是当今数一数二的豪门贵族，我们与他们是门不当户不对呀。什么？你要娶一个乡村姑娘为妻？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母亲那里也不为同意。三哥，我洗头毛随乎不用，母亲亦为之不哦。三哥，这次我想来个生命之人作案，让母亲她恋无不得。不行不行，那个洗头毛可不是好对付的，他怎肯转把关秀？快走快走，好，快走来了。好了，不是点名那个女子，就是她。小姑娘，你过来，我和你讲话。什么？你过来吧你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把他关在后院了。好，这件事你办得好。这里银子是上借你的，多谢夫人。王仙子啊，王仙子，你不能休还我不义。所将化成角落莲宝来将到也带走。夫人尽管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是。公子，请用茶。公子，你为我闷闷不乐，让我来猜猜看。不要胡闹了，公子，你是不是要去一位乡村姑娘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他弟在哪里？他被夫人关在后院，这是为什么？大等天一黑，他女儿来的夫家就要来人接他回去。此话当真？是我亲爱听夫人在京中官说的。岂于此理！公子，把门打开。公子，把
把门打开。是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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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老爷。去了，我到稻花村去了。稻花村去做什么呀？去看一位姑娘，名叫大爷。她一定长得很美吧？官人，你一定很喜欢她。我是很欢喜她。官人。不是要娶她，那你又将我置于何地呢？你不是几番云雾滔滔，要我休了你吗？好，今天我最承接了你，这像我堂堂从郎之女，岂能让你要休就休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寻我不来，这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今晚必须将道爷带进府中摆荡正气，倘若道爷今晚不来，休怪我不从府命。此话当真，当然是真的，绝无戏言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哈哈，王夫来，把道爷带出来。你这大爷，大爷，你都听罢了。我们在糟蹋的话，今晚虽诽谤正气。大爷，你应该高兴啊！
哎，传旨母亲，起来，起来。我问你，你真的喜欢他？母亲，宝吉他不仅聪明美丽，而且心地善良，知书达理，万民心一生的好事。不信，你可以当场试验。婆婆，你要替儿媳做主。贤子，你过来听娘说。母亲，我与导演心心相印，自动到啊，把母亲生起了孩儿。这样吧，我看导演长得神魄清秀，也许呢他为七吧。老人家37、47乃是平常之事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贤子啊，你兄弟7人，唯有你继任的父亲师傅大人，况且你成亲多年，膝下无子。母亲，导演说能生一个儿子，我王家师法有几有人，你那远在杭州的父亲一定会高兴啊！母亲，母亲，我知道有问题，而不是拿去呀。我已经将他许了，这是他44岁。婆婆，你要替儿媳做主。别说了，讲到一来去，那是2件极美的办法。老毛虽然真心，但并无大错。平时劝你也是为你好啊。老毛啊，从今以后，你们3人要和睦相处，你要顺带导演。谢婆婆。导演，明天我要为你和贤子宴请贵宾，大办喜事。我们王家那去也应该风风光光，热热闹闹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导演，你不能醉。你能好恩爱心意，你能帮三梦孩子，你能绵相思你太快，我心中苦情。见甜蜜蜜情情情，啥子玉林里风平平仙子啊仙子，为什么让我遇见你？为什么让我
自言。倘若一再离去，我亦不得为何杀门？想我一生，但不管他吉人所发。难道一伤心毁了我儿孙的幸福吗？要你我两相爱，管他日期，管妹妹，你是自知怎么能管这种事？今天是婆婆的寿诞之际，我也是尽一份孝心，也是生娃落家的人，当心来娃了孙子。不要紧的，难得妹妹有这份孝心，不妨再带妹妹到厨房去吩咐佣人们准备，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啊。好的。金钟国。哎，我去准备。好。婆婆，谁不见你送点心来呀？婆婆，婆婆，你吃点心啊？吃呀。啊，真是个小人媳妇。大妈，开了什么事啊？不知道。来人！你中国！你中国！金中国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韦老夫人，刚才后奶奶不知为何进了厨房的门。他刚进厨房的门，赵王爷却动了火，钻起了大火。幸亏我及时赶到，给赵王爷上了一支香，这才平息了熊熊大火。哎，怎么得了？道义这个小女子，上身人跑到厨房里去做什么？金中官，在我的话，今日宴请，道义不准直接。是。好极了，大爷，你的嘴真巧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来，让我来听听过。哎呀，肯定是个小子，不老实。一天到晚小子的，我就知道。你有了儿子，就不喜欢我了。哎，我是欢喜儿子的啊。你真话，大爷，我
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哦，仙子，什么事啊？大爷啊，明天把县高僧叫来华观寺10万将军，西道报要我们一同前往。我怕你太老了，想把你留在府中，你说好不好啊？那发现乃是有名的高僧，曾经西营救法，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们怎么可以错过呢？你的孙子啊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随后我们再去游玩的，还可以观赏国开子的闭幕节壁画呢。睬你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花言巧语光望郎，来到一罗江来苍天陪我有情分。送得机关，送官安排。仙子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向着河中之舟，便是有是在了。我们现在不是向着河中之舟吗？同不是一时来呀！来，我接你背上。不曾担心，这小子就像江上的一片叶子，谁日都没人让，否则自责了。傻孩子，快点早夜不早夜，渡江用路，风过了他，革命强中。
愿我仙子为你配。为官的，对，我们王家世代为官，王家的子孙们应该为官为王啊！夫人，少夫人想得可真周到啊！想得真周到。这是西湖龙贼，婆婆请用茶。真不愧为名门千金。言为啊，言为，这都是婆婆教导有法。进来讨一口哈。记得导演妹妹这条平地手上，这是故意在仙子面前撒娇。只记得仙子对她到处乱走，玩到什么员外家逼死法，又为什么娘家？这个仙子啊，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小气是不能随便打出去的呀。既然仙子迷恋施法，导演妹妹就投其所好。男儿应有此施法，为朝廷要忠才是。言戏言辞有理，眼里即为娘家一套，让你弟弟在皇上面前保救仙子。我们王家世代为官，仙子他兄弟七人。就说他再有才华，我一定要让他在仕途道上大展宏图。是。岂肯走起？这可是多少男儿走进自不得的呀！是今今日，清淡之风尘地，饮酒吃药，成为事啊！这难道能婉拒国家？我从头做官，与多他的作为呢？我弟弟无曾将铁恩十分赏赐于你。在他们手下为官，你一定为大有作为。更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御批的，不去就是违抗圣命。兄弟，爱恨不大夫，不会用娃子言语，为那分子一万用，全军的英雄。
妹妹的出言差矣。所属王道，可不人对真将乱。中共他为国忠君，勇壮筋骨。黄门二代，昔日上记住你，要忠告你，专爱用功。愿其阳光为庇佑，天朝之间知民情，愿君同到桃花运，心中出发不耕耘，情人眼前台上坐，月下芳芳愿君静。寒山孩子江山志，天蓝之路相不尽，再不用今宵人民身旁人，无惧无所。朕知道，王仙子接旨，奉天人民，皇帝诏曰，封王仙子为复兴太守，即日启程，钦此。奉诏谢恩。谢此隆恩。凤公，凤公，请。本人父亲为王去了，为此要请你当地营帐，送你上路。是啊，我儿只有做了官，才能为国尽忠，有所作为。我怎么能够误了你的贤人？老爷，既然如此，贤子，我跟你一同穷行，我不愿一个人在无恙。傻孩子，你这样的身子，吃得消这林如的辛劳吗？我从小吃惯了苦，我不怕这里头辛劳。刚刚上任，各方面歪黑分数，当地的乡绅长老都会来迎接一切，对上你适度的不必。我不为麻烦你的，我为自己照顾好自己的，我一定要你带我到吴兴去。新官上台，对到小妾，曾无体统。小妾，大爷，不用说，贤子，我是怕迟一点，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大爷，不用担心，我上任以后安顿好事情，我马上会回来见你。大爷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最爱你一个人。
仙子，大爷，轻轻灵风仙子，这把孙子是我自己做的，你把他带在身边，见到他就自动见到我。道义，轻轻令中作，后作乱说，动了狼有水，迎风托方里。这段酸果做得太好了，我要把他一直带在身边，看到他谁想起我呢？大爷，仙子，你一定要保重身子啊！哎，傻儿子，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，几个月以后我谁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样？朕你的吩咐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好，明日送到一回去，一路上要多加小心，不得有错。是，去吧。姐姐，走开大了，昨晚没有来，我
们先在亭子里歇会吧。姐姐，这路口真美呀！平日你回娘家，公子也在这里送你上船的吧？听说桃花村很美，这次我们可要在桃花村多写些日子。哎，姐姐你看，那边船来了。喂，船家，花花的娃娃过来。哦，来了。老爷，我等你多时了。你是何人？你怎么会认识我？老爷，你怎么会忘了？我叫罗电报。那天在荒山问地，是我帮你把人质放松的，对着你早就为郎啦。你就是那个罗电报。昨天你那天晚上救了我，你家在花村，不知为何到这金王屋来拜读。我不是拜读的，我是来接你回家的。老爷，你本是罗家媳妇，罗家人，今日接你回家门，我敬老能贵，身强长，你我男耕女织，男耕女这么多啊，哦，生啊！嘿，你怕午夜乱弹琴，满口喷喷响舌根。你撒泡女鸟搔一搔，拉我香马天我灯。这可是夫人做的主呀，老爷，跟我回去吧。啊！是谁？嘿，你那再管纠乱不清，我去衙门告你讲腔，万万难准。罗英，不要再说了。罗电报，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。罗英，今天不去桃花村了。走，我们回屋阳去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妹妹，这乌阳你恐怕是委屈不成了。这是为什么？老爷妹妹，水流千里归大海，自高白塔叶落归根，你自小把你配古听根子谁在啊？花城。什么根子就在桃花台，华丽的婚配与何该？至今无意三有应，这本是黄门一条根，怎可能再去桃花村？贻笑大方去对待。自古三年有寻经，老李老丁两街人，你挂定王门落最从，何去何从？你要记死你在王府做小妾低人一等，跟我回去，苍天作证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呀。看，罗电报对你真是忠心耿耿，你们是多好的一对呀！对，是的，你的心
也太狠毒了。罗电宝，夫人，这100两银子送给你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老爷爹娘分娩，你要好好的陪他。是，我一定把儿子当亲生一样。老爷，我们回去吧。滚开！你那再关东大爷进去一根汗毛，我要对你不客气。此刻大胆前逼，尽管在此动嘴。来人，把手印给我带走。罗电宝，我夫人，今天把道爷交给你了，他就是你们罗家的人。要是要我是你们罗家的事，与我们王家无关。夫人，请。是，夫人，我明白了。老爷，跟我回去吧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这样。哦，罗电宝，哎，你母被我掌婚，你又逼我认亲，你们罗家也太欺负人了。老爷，我跟我父母是不一样的呀。认亲以后，你就明白我的为人了。这样，就跟我回去。我不去，这样，我不去。这样，哎呦，哎，道爷，这样，这样跟我回去啊！哎呦，骗子！大爷，我回来了，我接你来了。罗爹，我在这里等你多时了。你不在家中，不是大爷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大爷姐姐死了，你讲什么呀？大爷姐姐死了，大爷死了，大爷姐姐真的死了。大
继父悲痛不已，对你念念难忘，时常把我误当作你。为了他对你的这份关心，也为了为你争口气，我都已让他明媒正娶，嫁与他为妻。亲亲你坐坐，苦坐不坐，冬要要入睡，衣服头发里。谁知道王仙子即是？大概仙子，你快去吧。大概我去再来。第安公，自己滚快去死吧！奉天皇帝诏曰，王仙子出身名门望族，才华出众，既有先人遗秀，得召为东宫驸马，请赐。我不见，今天我的北当等亲，我已娶到你的妹妹为妻。老爷，就是这个小妾，知道无妨？等我回去奏明圣上，等你与公子成婚以后，再拿他回去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谢安嫂，怎么又要拿刀根为妻？我不做小妾，我是王仙子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刀根，对，刀根，我们已北上分亲，我对你为刀花分娶。这方事，圣上旨意，岂可违抗？王家世代受皇上恩典，真是王英豪道也。母亲，至今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你就认命吧。哼，你须得失礼。呵呵，这么多的礼仪，这么多的规矩，这么多的等级，死了一个大爷，难道又要害死一个大根不成？苍天呐，难道我们是天生走起的命吗？仙子，我是为了给姐姐争口气才嫁给你的，我绝不会做小妾。大根，大根，仙子，我到桃花村去了。